1號靈數能量嘅朋友咧，你係好難忽視佢嘅存在感嘅，佢好容易成為焦點，佢嘅辦事能力好高，佢好中意解決問題。如果你掉一個問題俾佢嘅話咧，佢可以由一條龍嘅服務，由頭做到尾嘅，每一個 step 咧，佢都非常之清楚佢自己做緊乜嘢。佢好有創造力啦，好有領導力啦。咁同埋咧，佢會主動咁樣幫人咧拆解所有種種嘅困難嘅喎。佢有佢自己一套嘅方法，所以佢比較自我中心，有時咧就唔係好聽人講嘢嘅。咁同埋咧，佢係非常之專一嘅人嚟嘅。佢做一件事嘅話咧，可以極度專注。佢去一個地方食嘢咧，佢可以淨係食嗰樣嘢都唔會厭嘅。而1號嘅朋友咧，佢會相對嚟講咧識得表達自己，但係有時咧就係過於表達，忽略咗其他人嘅感受同埋意見。而1號嘅朋友，你嘅課題係啲咩呢？無敵是最寂寞，最是痛苦。可能喺呢個世界上邊咧，你都覺得冇人幫到你，因為你睇呢個世界，可能你太叻啦，見到其他人咧都會覺得佢有少少蠢。呢一種自我發光嘅卓越感咧，可能有時會傷及到其他人啦，甚至咧可能會忽略咗其他人嘅感受嘅。建議咧多啲同人合作，聽聽其他人意見，有時意見接受態度都可以照舊噶嘛。咁但係喺相處嚟講嘅話咧，你就會舒服啲，人哋都會舒服啲啦。